係，我係楊樂彤啦。咁我今年就20歲㗎啦，跟住然之後依家讀緊 High Dip 啦，咁就係讀一啲幕後製作嘅嘢啦。咁我未來係想做一個歌手啦，依家就好努力進發緊。我嚟呢度主要係唱歌嘅，就係為大家表演啦，去唱一首歌就係《繁星》。我揀呢首歌嘅原因係因為我喺中學嗰時候遇到一個人，佢係喺生活上面遇到挫折啦，然之後因為聽到呢首歌就好有一個衝勁，想要去追佢想做嘅嘢啦。咁我覺得呢首歌係好帶到俾人哋力量，同埋令到人哋會好勇敢有自信咁追尋自己嘅夢想。之前成日都自己一個嘅，真係好孤單啦，就唔多講嘢。但係唱歌之後就會有自信好多咯。我最希望透過唱歌可以成為一個更加有自信啦、發光發亮嘅我啦。當初有諗過好多唔同類型嘅嘢嘅，咁但係發現最後原來唱歌都係最適合自己。即係如果冇咗唱歌，人生就好似冇乜意義，冇咗個支柱咁樣，所以就最後都係決定行返呢條路，即係衝一次咁樣。誰都可發光，只要找到地方，誰人都可發光，讓我熱情依然未乾，成對否看我是怎麼看，從來沒標準答案，不要活埋在世俗眼光，重拾自信，讓我做我的主角。我會用呢一句説話鼓勵自己啦，就係唔好理未來會唔會有任何挫折先啦，就係遇到啲乜嘢事都直接捉住個機會啦，同埋向夢想進發啦。